嗨呀，各位聽眾，歡迎來收聽《邊個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是真正我來話題咧是要講榴蓮，但邊咧我唔知幾時辦啊，即係說我哋咪是講 reference 對幾時，我有可能對迄邊咧幾時 already do 我了咯，嚇，就我看到我咧 end 到無。然後我哋介紹我嚟多啲呢，特別嘉賓這個禮拜。就是老趙介紹起小鏡加糯米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好，我梗係歡喜咯，到底邊個都得รู้啊 ，finally。no， 都係引導你啊。是咯，特別係邊個過入，我梗係好想 keep 邊波嘅謝同佢啊，對於是特別。咯，關注我。對於是特別播即係照歌，唔是對於我係啲對啊，我係啲對啊。我不จัดรูบ้าน我係啲對啊。哎呦，แล้ว好我突然之間計借一個30半喎，梗係好呢咯。OK， แล้วก็ว่า另外特別嘅邊度是聽隻古了本特別頭第2擺嚟參觀呢個別唔是啲唔知啊，有可能係唔是老姐，唔是新椒咧，係 sorry。你跟你扮嘅時候，你扮嚟扮去是個去，聽你先。個 B.O. 歡迎到對嚟。Hello， 大家好。大家介紹讓嘅嘅麥克風就好。你處隻點數啊？我他媽冇人把路訂個啦。特別我覺你麥克風就我你處嘅時候，咩 some reason 你聲就水就聽出來。แล้วก็ลองจุดๆไปมา嚟講ไป參加邊啲學嘅，ไป做邊啲學嘅你特別嘅邊啲時候email 學個俾我，แล้วก็我諗即係特別嘅邊嚟八月都聽到邊啲學嘅聽到過啊。哇，應該是3節整聽起啦。3節整啊？3季節整，我3季節整，3季節整都按照隨條邊啲學嘅呢？冇啦，我 friends ก็แล้ว join มาแล้ว feel 到 funny เขาเข้าจะ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ใน podcast มา try 過聽แล้วinteresting 哦你 before 你聽邊啲 hok 嘅ใน podcast 時你冇聽過別啲 podcast 啊not really 咯冇講真係 into 之類小白物件啦拍緊字แล้ว你是阿莫西是等人車都講你只阿莫話你被死啊冇辦法嘛，因為整杯後杯冇我鬼故嘅曬啊！等我活到，你八月 OK， 等陣我背，你到底邊個是到落當然 ？OK， 我應該是第8啊位啦，第8。冇惡啦，我只不海人聽這樣。有啦，聽種這啦，但係嘅變成是冇啊你。嗱，微娃娃咪讀不海。我俾佢去吹 BB 娃娃嘛，我對佢是。哦，會使啊，舊時裡面啊，而家講都跌入一號，我跌 KL 啊。哦，入一號都跌 KL 啊？係咯，到時啦，是我跌 KL 啊。我12號加入1號，我哋節裡面。驚講你 schedule 嘛，我免驚我對到你朝走就得啦。OK， 好。我朝呢大盞啦，只人劍就冇。咪粗氣咯，我同你講。我拖咗靠到拖靠刷界，呢是個，咱個梅咱嘅一個一聲真正甜，特別嘅邊是初女來頭一擺來參加人神招399歡迎。大家好。我啲聲係甜嘅咯，你知我聽到啲聲，我 computer 本去按下。咪亂講！你聲嘅甜樣誒？你12歲嚟嚇？冇。阿老啊！你是唔是老啊？冇老誒。你聲係甜咯，我computer 去按下嘅咧。我愛你愛我幾回？我30了。我愛我30是老啊，我咪就變確啊。冇想嘛，我查某嘛。哦，個爸爸如果講你就水哦，你399你我未你按照隨便你學嘅呢？我聽半年嘅咯，我係
我做工嘅朋友介紹我聽誒，而且唔是啦，我看喺度 office 家己一人坐喺邊笑啊嗬，我嘛去唔到笑。我真係，你唔知我笑到真 email 嘅時間嚟講，我頭晚就啲做緊啲啲邊咧，我今日未打下啲啲亂就會轉晒潮州多少。我有陣時聽個咩啲啊，等陣，不要個新叫講晒咩？講咩？你我嘛會咯，伊嘛甲我講咯，แล้ว我嘛聽咯，特別我唔是頭聽起啦，我啱啱經來聽啦。看咩？因為我咪聽古嘢啊，你我驚。到啲 office 聽咩驚咩？我驚啦，我當時做正換嘛。哦，做暗更嘅時候，佢聽到，聽那聲。因為迄邊個廟出嘅咋？喂。了 ，OK， 誒，就是對嘅嚇，八幺，嚇我驚對哟，就是對嘅，399八幺，誒，我啲，我覺得呢，覺得我哋啊，我想問兩個幾我錢？家一村三人呀，但係有人對嘅哦，冇呀，那是自己揀嘅。哎呦，399都怕自己大聲啊！ Sorry。哦，399那是你要拍字嘅時候，你使 mute 你麥嘅，你又 mute 你麥啊？我麥是 built in 嘅喎。不，你到底咧Skype 會使 mute 佢你麥啊？Skype 你到底咧 chat 嘅 window 有一啲有一 pause 嗰一個麥嘅 icon，你使訂麥 icon。哦，除咗。你使訂，但是講你拍字時你使訂，啷個鼻貼到你嘰啊 OK。阿 John，啊，小驚。老細叫你 call 伊，叫你 add 伊。啊 ，OK， 老細，會使。老細，係咪做？老細叫 L E。399你咪 mute 到你麥個，我個聽到個度，我多少？好啦。399換 keyboard，你哦，咩啲走？千幾半杯走起來呀，好啦，千倍百貴咧，貴啊，乜有貴杯啦，貴啊，ไม่กลัว 貴啊啦，時陣貴啊！這個時陣貴啊啦，貴啊，飛貴啊咯，做人講嘢嘅。OK，老細唔係喎，開咗未？老細冇聲喎。 Hello， OK， Hello，老細歡迎，歡迎。老細老焦啦。你等陣咱這裡本來咪講啊，邊個福建話題是咪講榴蓮？然後小驚甲這裡就是講去小驚甲蘿蔔啦，糯米講去。當老是個隻榴蓮咯。我有見咯，我暑假啦，小驚，你是個見係咪螃沙榴蓮？放沙，嗯，紅蝦，紅蝦我不聽過。紅蝦河螺咯，我嘅 favorite 咯，紅蝦河螺是上一個還是紅蝦加河螺？河螺是無上嘅。河螺冇上正嘅，你實講我聽紅蝦是安怎嘅吧？紅嘅減甲烏淡，烏紅嚇呐。啊，你都冇叫烏蝦，你叫紅蝦咧？得冇紅啊！你咧？我有一種甲烏嘅哦，是叫烏姜黃。哦，哇！我嘅腰呢，我能聽到啊。啊！你有冇你嚟啦，可以。紅蝦係特別比賽，我比賽介紹者，我叫腦聽。我只唔使18隻榴蓮嘅時候，我係腦聽喎，啷樣？冇啦，usually 我覺得食咧行嘅，飲水泡食咯。特別我佢調直喎，你別消化。調直。嗯。你隻蛇啊！走氣啊，我冇講只字，我咩調直嘅喎，我只係消化嘅，我別識正常字。然後我就是個早起只 Apple 時候是拍出來就是味道，實只多咧，即係榴蓮龜咧嚇，實只榴蓮龜。啊。OK，然後講起100，但冇會硬你看100是膠還是布？100甲膠咯，了有誒是加可憐嘅咯。哦。了有誒咧是加加減甜淡薄嘅咯，了加如果可能是加只安怎款嘅咯。哦。
啊，了往达到是个只可憐嘅啦。你各位成只當時話，你會成只可憐嘅成嘅嚇，了你個嚟食甜，啊無你食甜食可憐嘅，就係無味素安種嘢，如果一甜冚過去啊嘛。一啲嘢你啲咩我都冇食過你啲榴蓮。無你食甜嘢好，了你去食可憐嘅嚇，成間伊味素可憐味素無嘢咯。我都成隻可憐嘅性，冇成隻可憐嘅性嚇，แล้วก็嚟食啲嘢。啊無，你啲無你食แล้ว你，你垃圾未掉。哦，冇咩湯。แล้ว你แล้ว有誒個有加鹽嘅咯，你就有誒加鹽嘅。啊，我食個แล้ว有誒配個有誒配個定嘅，特啲咯你係鹽嘅嘛。我就係個黏黏。黏啊。啊。OK 咯。你笑咩？你講你是笑垃圾？係咪叫黏？我笑未通喎，係咪叫是黏？你記得啦，你阿妹叫 Fight Dragon Fight 嘛，Fight Soldier Fight One Dragon 嘛了。哎呦，幾啲啊咯，人講榴蓮，呀，我唔敢食啊，不得。OK。小驚啊，唔食榴蓮，我講買。我未黏嘅喎，黏。講你食榴蓮有一道是吼，我嘅公司吼嘛好累咯，你忘記上啊，咱叫咩嘢？Gathering。啥 team building 啊？可能 team building 叫咩？我跟話啦講。係咪 building？哦 ，team building 啊，不要緊啊。啊。不要。了我人去食嘛吼，干那食榴蓮咗啦。我干那往食教嘅人，你教你吼，食榴蓮啊，食2000幾個。2000幾個人食咩？你係咪幫晒金子啊？誒，佢都看，大家你紅蟹啊、黃橋昂啊，嗬，一粒啊，個50幾塊、60塊，可能都有。一忽啊？冇啦，一粒嘅榴蓮啊。你食得2000塊，一忽50塊。誒，佢都看了往誒，這裡去經濟嘅咁嘅貴本嘅啦，應該伊好買邊，你就講係你去擺喺度幫嘅路啊。service 嗰啲啊。叫咩啊？龍尾邊咯，我嚟去龍尾落去邊有一間別牌，แล้วยังก็有落啊，你老狗啊，佢唔叫本呢，แล้วอยู่ตัวติ้งอยู่ค่อยตัวติ้ง佢自己名字嚟咯。แล้ว往迄邊貴州啊，家是有9厘10厘分啊。你上位啊，你上你夠食一人朝朝都冇食啊，家2粒魚啊嘛，掉大粒嘅。講食榴蓮啊，食2粒啊？係咯，我近落面我諗我食5粒，4粒魚咯。我第一個使食seafood，你看我特別着食啊咯。是咩？我特別食，但我特別中意，我特別食肉啊，食肉性 before 食。安怎叫直直？你好khó。你何苦啊？你免食啦？唔係，我愛食伊味素好，我食一喙啊，是合格啊，食一喙合格。你一路食，你食到係招子嘅，招子嘅。喲，招子地好料誒！喲，你食攞晒兩把咧？我就是較濟是較食一種咯。就所以就係點咯。哦，但我不單裝，伊招子無法度，而多切啊，切一格咧。唔是，你唔對啦，仲假如你佢食你大粒有籽嘅先，你招子嘅哦，唔會過嚟食。哦，我食你食啊嘛。等陣你食咧，你佢食萬元，你食咧佢食萬元，咁參食，應該萬元哦。水底嘛。誒，我講我對，我係你對佢嗰時教過嗰時有吞食。加杯啊咯，其實講是榴蓮杯啊咯，伊有嘅加冇你好食咯，你好咯，加冇你好啊咯，就比較便宜啦。但係早晚去食係哦，紅蝦一粒差不多成40-50塊係哦，你阿杯伊榴蓮杯點正，伊不過賣10幾嘅可能哦。哦。差不多呢，幾錢啊？誒，等陣我問你啊，即係紅菇粿係叫我做隻鋪啊，叫我 test 看可能是酸菇啫，酸看最唔加，最驚食榴蓮呢。攏較濟人是個食嘛。攏去煲，我唔知煲攏到位啊嚇，到底到位啊？這邊啊 ，video 嘅，是唔是這邊？唔知到位啊？頂面係寫真正 like 個看袂到。哦，慢呵。唔記得攏，anyway 攏去家己去吹看，到底攤煲，伊是寫 POLL 煲還是？做來啊 ，left hand side 對面 ，left top 嘅位。 left top 啊，這邊啊。
邊嘅，我我就看未到，你超會係邊嘅股？啊，對，OK，對，你炸啦，人佢邊頂一邊嘅，啊對，一邊嘅，其他人佢這邊嘅頂我就呢嘅，我好。OK，你講那是講，謝謝你，係啦，係咗，你手機佢叫擦咖啡淡波，係咪我手機冇咖啡咩？即係 through the screen 佢咧，夾winwin 淡波，是咩？等我企夾玩就冇。OK，三叫叫啊！三叫啊！可以。 call 住住，哦。係我 call 啦。我呢，你啊 ，OK，就人去驚啊，我 call 住住，哇，一人驚啊，一人，咁乜去酸你？我那時講了，各位聽就攞聽到這裡邊的學嘅 pod，住住，咁樣，住講 hello，個表啊，個表痛啊，你我講聽那是讓當今聽到這錄音邊的學嘅 podcast 嘅人呢，我當時講做咩事講，人佢去酸就是聽到現場嘅 live 嘅人，現場嘅人咧都要聽去酸嘅，一個 live 嘅人佢聽看喂毛病變，咪咕聲歌啊，當叫咪咕聲歌，讓老細冇夠啱，老細叫我可以哦，老細你啲對嘅，依個 line 就冇損啊。老細是唔是用Y Max 還是80萬票？冇用 one five 嘅1.5係什麼意思？定班 ATM 咧你啊？哦，你打啦咪1.5，冇加零啊，one five one 啊。老細都對對對，老細， Pasar malam eh. 我都80萬未，然後即今次條隔離來賣嘅水咯，隔離賣成個啦嘅好。OK 啦 ，OK，然後你講，但係你講下，咱講到啲榴蓮，你講隻千幾塊？我愛玩攞清啊，2000塊，隻劍嘅呢？然後後面比較你講啊，但係你講到裸裝嘛，一種是紅蝦，另外一種是會叫紅。河螺，哦，河螺是安怎無相呢？河螺夾白淡波啦，你伊個味素夾無相，我夾香佢咯。你意是烤鏈還是甜嘅？誒，你我未記啊。河螺加雞減烤鏈嘅，紅蝦加甜嘅。即係咪是叫河螺？伊形就河螺呢？我唔知啊，河名咧，咁知咩？哦，依個榴蓮嘅貴粒白成個河螺形嘅咧。哦，冇啦，冇講啥幾相啊。人講話把油。誒冇錯嘅，你叫我特登 post 下你 link 嘅，你看到啦。我錄播先嘅。我啲冇。啊，我 post 下你 link 是隔離榴蓮啊。哦，誒跳落嚟啊，跳落，講咪 join 嘛？跳落你名上面到啲 Skype，你跳落你名只等嘅我未記啊，唔知咪只等嘅，你講我聽到啲咧，迄個 chat room 嘅。跳落嚟啊！你講，冇啊，一時阿毛咧。一隻驚買嘛？老細佢就對啊！我考到對。แล้ว 你มาที่ไหนมาครับแล้วก็等陣我想問就係 Ken， 我叫你講好我名嘛，我呢名咧是我 at 你，แล้วก็我等佢這樣咯，其實佢就對老細，แล้ว其實等陣後邊要講，你個隻係咪榴蓮？你係咪？講明我名叫巴油，就是食巴油咯。巴油乜嘢種榴蓮啊？對，冇錯。介紹下啫。巴油嘅榴蓮加烤杯淡薄，但比杯來甜嘅。有白個質。白質，意思有成個豬脂嘅，還是薄薄嘅吧？啊，豬脂嘅。哦，有我見咯，意思白一隻，怎麼是叫白油呢？是咪是一隻油嘅數？因為你規粒榴蓮都平幫你手嘅食軟嘅咗，特別唔是一杯係軟啊，所以你食落去時候，一烤杯一隻擔落去就烤杯啦，特別就到內邊是甜嘅。哇，白油成隻 professional 呢，白油。我家己人榴蓮山啲。哦，別怪。買了巴薩，我對佢少攤食，阿明我兒啲對佢啊嘛，我兒啲食啊嘛。
我講聽我每當榴蓮當時幾時了？那冇錯，應該是了啊！當杯俄了。羅斯應該是冇啊咯。哦，我嘛冇吞椒啊，對。我叫佢顧流浪了，放出價佢好咯。啊對，個糖喺佢入面。仲有個有嗎？拖到正我嘅即個話題當今嘅是榴蓮。這個小樂那是你到啲 chat room 裏面嘅好啊？哦 ，JMHL 是小樂係，就是 JMHL。唔知喎。小樂好รู้了，係啦。小樂是唔知話家當嘅嘢。伊特別你話你唔通話你死人面，我掉了。OK， 小樂 ，OK， 小樂 ，OK， 我 at 小樂。啦，掉數嘛，啲嘛，掉誒，做乜人啲啦咁？嚇少！哇，老人嘛未叫你名叫個死啊！燈開。哎呦，小樂啊，小樂，我諗特晚晚聲個啦，就係隻白嘅變聲咧水住佢。阿邊錄。小樂，你頭一擺嚟啊，冚起你 live 嘅聲氣。哦，嚟冇。我都聽到我嘅幾聲。你冇戴 headphone 啊？我冇開啊。你戴 headphone 啊？冇。請 headphone 啊，冇我聽到 echo。有啊，我有請啊。我未，我still 聽到 echo 個。慢慢來。OK，你去 set up 先，我 call 到對咯。別當，小樂，安尼估無來啊，無 practice 去啊。你小樂去悄者，我 phone 到對咯啊。了我問399榴蓮燈咪了啊？你講。咪你中落個有個。唔係啊，我隻條牛水要吹破啊！哦，隻抓水啊！我買中落個有啦，中落。係咪399講咩？Makan lu。等陣學399講先。我做特節目有榴蓮呢，因為我媽正 suka 食榴蓮呢。哦。我個聽到 echo 啊。食個特別榴蓮燈杯啊，我媽買買啊，因為落雨天榴蓮燈，伊榴蓮就無水啊嘛，成日水嘅話呢，了未燒嘅，了就無食咯。你是個食咩幫沙？我未曉啊，我知我愛食可可啦，紅白。可可紅白。我媽媽買，我唔會曉。可可紅白，攏知係咪介紹係咪幫沙是可可紅白呢？紅白可可啊。亞羹可能啊。亞羹。我唔知啊。媽要你隻狗咯，媽。小樂，你有未？有老妹大堆啊，這種係怪名咧。小樂呀，OK，等陣，小樂等陣啊。kopi on 呢？kopi on 你是講只係咪幫沙嘅榴蓮？我有知啊，你不要搬。你個399差唔多樣。但你係講你是講只係咪裝呢？你個只是個較甜呢，還是只薄白，還是膠白？可可嘛別歹。可可別歹。膠白啦。膠白。了。我中路個很食啦。你當佢榴蓮，佢即係你是特地去買，還是樣開？你只係是你條買對厝家己開。我家己開啊，買對厝家己開。我唔捌開過榴蓮，一世人。哎呀，學開啊！要買條簽。特晚攏等陣我要去看看你特晚就是唔敢食榴蓮。有本來3個人啊，有20%人無是甲榴蓮驚榴蓮的，80%人較就是甲食。因為迄個無是甲食榴蓮的人是驚，唔知是驚伊味，還是驚面，你唔知。攏講話就食乳味。小樂呢？你是甲食榴蓮小樂？假。小樂當你個度甲你媽是家己大啊？冇啊，出嚟啊！哦，你邊驚你嘛拍電話嚟唔到，困啊未？冇呀。你嘛拍電話咩？困啊未？哎呀呀！攞嚟叫，
我見埋聲，誒，或者我被嘟你嘛，你嘛在度聽邊啲學嘅咯？你嘛可以啲另外做北京聽了。計講喎。曉你無計講，你聽邊啲學嘅啊？如果你在度聽，你在度邊啲學嘅嘅時候，你哋咩咯？啊，聽唔是你嘅，邊學嘅？不是我。哇！誒，氣笑啊！伊唔使講到聽邊啲學嘅啊？你無計講咩？啊，我冇計講。你無計講話曉攞你硬一句到邊啲學嘅？你浸死我！你等阿咩時拍電話，你每個都困得未啊？我等陣就爬喺買聽嘛講困嘢咯。你當然到時到啲邊啲個是到啲 KL，還是得咯 KL。我到啲 KL。你夠驚啊！往時，啊嘛對啦，不聽 OK 拜，走啊！冇啦，聽電話啊嘛，電話唔要緊啦。哎，我快點推佢出來，唔定到時。又攞得出名都滯定到你啊！你出名啊！定到時就落來時抄你估嚟，就快時間你埋對嚟。點解？少聽你整到嘢。係咯，聽到誒，有啦，我未你時間講，你時間講咗榴蓮。我們是有講的，我不要搬哦。你嘛俾下大擺時。你嘛講，你嘛講佢驚哦，你爸冇，你較驚你媽還是驚你爸？ Of course 驚你媽啦。你驚你爸不喏？你驚你媽較濟還是驚你爸濟？冇講只驚咯。我媽。你媽較嚴啦。嗯。安怎你叻呀？我媽冇講，對媽對你好嘅。哦，無你媽為咗你好，所以大家個咩路？你媽咩路時時講福建話是阿莫話是講台語，還是格林話？講是海南嘅。哦，講海南話。我講海南話。啊，你打咩？啊。你打咩？冇好聊，係啦，冇好聊。好聊，好聊。我都佢講到記得咯。啊。我佢講到記得咯啊。安怎講困啊？安怎講困啊？困是咩啊？困。虧。啊？虧。虧啊？你做咩冇我？虧。啊。sorry，反正咱就咪做一出特別要跪出嗰陣跳落嚟嘛。哎呦，聽講。哎呀死！可以嘛？摘掉呢個絲啊！係啦，反正我咪嘟你嘛。可以嘛？摘掉呢個絲啊！你講你買？始終是我呢一個是買咧，我咁齋啊！我個聽住把油，我聽到你寫，你聽到 live 係咩把油？聽到啊！冇，你聽到 live show 還是聽啊？你咪開 live show，live show 嘅係咩？live show 冇開啊！哦，你我聽到 echo 唔知道嚟是曉落位啊！曉落其實你講話咧，辦事 because 你開 live 嘅 feed 本係 live 嘅看戲。我琴日覺得琴日。嗯。你知唔知我聽到 echo？Anyway， OK， 你唔知下隻表咩？你是個隻按照看嘅咧榴蓮。啊，伊爸是女嘅咯。一舊嘅啦吧？伊成有時目膠伊無咪甜哦，目膠。你是個隻烤是甜。地尾咯，因地尾無籽嘛。你是個隻烤是甜。啊，烤沉甜啦。烤沉甜。兩餐。誒，你隻榴蓮你做啊？人做？啲烤。烤啲。冇未誒，我烤啲。我知道
我做嘅喺你榴蓮嘅殼啊，先喺你白嘅水嚟啉哦。白係咪水？蛇水啊，荷塘水啊。飲水啊，飲水啊。你係我時時講係一殼嘅啲榴蓮夾出嚟，一隻隻碗嚟看你喂。啊，對對。有影冇影嚇？我講有影冇影？有影。呢個又係蛇超啊！你蛇超咧超無味嘛？蛇超唔是嘅殼個口嚟蛇超咩？啊！哇！而家殼無咁啊流。你嘅嚟播啊嘅你流去嘅了係冇味啊！直接咪會嚟播。對啦，對，一嚟播啊！即係嘅榴蓮殼嚟播啊！你超啊咪是味咯。生叫叫啊，咪生叫叫，你講你隻個成吹破啊？啊，吹破。你冇係飲水啉榴蓮殼啊？冇啦，我海破啊，แล้ว啉水啊，แล้วอีกกุยเอาแต่好咧嘛。你就冇係飲水係你殼會啉？係你是細漢啊，我大漢冇做啊。做咩事咧？做咩事冇做咧？你冇相信啊？你叫人笑。你見下你榴蓮刺吐到你嘴啊？啊嘛，真係啲榴蓮殼嘅嘛，都係搶到自己吹到死呢。你當今你吹負，你不肯定就破啦嘛？你阿叔咪是破坑嘅，咪是叫榴蓮啉啫，咪是破佢坑咁表見。搶阿轉啊，阿轉先係點先未曉嘛？大漢啲賭啊無水嘛。冇啦，細漢時媽媽講嘛咪做咯，แล้ว大漢แล้ว咁嘅 stupid 嘅。媽講嘅事啊！你一跳，那時都是跳落呢度。哎呀冇臉！哎呀冇嘢唔知。我面係嘛，放奶，係嘛嚟啊，係嘛。哇，解啊，馬來啊！係馬來啊，拍正啊！或者阿 John 啊，嚇咩？我特啲去 KL 嘅時候，我食咗一個啊，真係特別嘅榴蓮嘅 ice 咖喱。榴蓮，我想乜食過啊？邊靚杜吞食啦嘛，生叫。邊靚攤食榴蓮布律呢？邊靚 ice 咖喱出名嘅醒誒，30年嘅歷史哦。哦，係啦，我乜食過？講榴蓮 ice 咖喱啊！咁大對邊啊？咁大對邊咧嘛榴蓮 ice 咖喱咯？有咩？我乜食過？我阿仔乜食過嚇？我捌，伊是唔是靠榴蓮吧？聽住佢嚟。Yes, correct. 有啦，生叫你介紹生叫佢到底得幾講？我食嘅好我食嘅無相嘅喎，我食嘅伊是貴無，但伊有下啥下個嘅款咯，了貴無啥ice咖喱，伊干那伊榴蓮伊唔是貴地買咋，I think 伊有去加貴啊啦，了伊下啲面嘅位哦。上哦，嘅聲上，你介紹。等我隨講，我隨講我個呢嘅鋪上邊有伊嘅聲下嚟 ice 咖喱嘅時候，應該先好。捌有，你嘅聲是唔是伊嘅 rest 伊嘅即個咖啡店只 A 呢？伊嘅三啊，嗰當叫 A 間咧，只油嘅伊度頂。我捌貼過小英啊，伊是唔是伊成隻高裝嘅紅線嘅啦？伊邊伊即毛色嘅啦。伊揾你地舊伊嘅啦，擦擦。哈，我特別係隻垃圾嚇。有垃圾本嚟係咪？垃圾嚇，邊靚垃圾？伊垃圾出名，唔知基本出名我知啦。20年整是20年整是伊是雞吧雲吞麵出名，了過後就是榴蓮ice咖喱咯。伊是唔是要下你菜園本你使叫？對，樣叫啫，伊是叫 Jelly ABC 當今。對。我食過，我頂到對時我去食咪，我到底邊做物件，我第一暑假去做物件，我是Pusat Optik Juara 到底邊頂road嚟。我特別嘅邊有啦，我特年對到對會做物件，我特別對做2戶3戶物件8嘛。你特別我講聽我係 Flickr 有小英嘛，還是你落地啊？唔是落地，榴蓮嘅ice cream， ice 咖喱，老毛啊，8要拍字先當叫。
我就佢榴蓮誒，哇！曉落對嚟係嘛？無啲啊，嘛咁樣。力豆湯。榴蓮嘅力豆湯。啊，琴啊。是唔是你馬來曉落？啊，琴晚冇講咧啦，電話講咧啦。是唔是你馬？啊，喂喂。哇！我講聽啦，你馬街邊咧？你馬邊你合作有咩使？曉落嘅馬，拍嚟話嚟了，嚟質疑。有你隔你馬講得困咧嚇？我嘅講我做個 report 咯。我做個 report，到底邊咧學嘅做 report 啦，report 榴蓮咯，就是。誒，你講係咪啊榴蓮嘅力豆係咪report 嗰隻榴蓮。力豆湯。力豆湯諗乜隻句哦？啊你講完咗看呢？力豆湯咧，伊人參榴蓮都去煮咯。哦，你對唔對誒？事實講呀。無聊啊你。諗乜隻句？諗乜隻句哦？真係我隻句。OK，我未。但係邊咧冇啦，邊咧冇。我去做開係你多位啊，係你叫你 vacation 你多位啊。哦哈。係咧，伊人嗰邊嘅啊，伊人嘅人嗰邊嘅kampung嘅人，伊人做咯，反正。哦。伊人做 dessert 咯。是雲南嘅食，是等人食。because 伊人後尾算，雲南。雲南食。雲南。呢是力豆咧，面是有啲青色嘅力豆啊。because 伊人後尾就是榴蓮灰。啊，青色力豆咯 ，because 因為我人對人佢就是煮力豆嘅有時嘅食糊㗎嘛。啊。然伊人就嘅榴蓮咯。哦。你個表走嘢。伊人榴蓮好可能白上肯掂到其他人無講掂下個伊嘅籽啦，伊內邊籽，有人掂到其他伊煮食嘅嗬，伊籽本嚟之後咯。我咩你是講係貴粒貴血行落去啊？貴血行落去力豆嘅罐啊？可能伊幫家唔是啊，伊嘅罐咯，罐家伊出味咯。你伊嘅白咪是綠嘅了嘢咯？你嘅所謂連伊嘅，罐下你第一杯一円啊，到黏你伊嘅配位啊，一円啊，下円無論咯。哦，你伊湯是較結呢，咪是成結啊？結啊！伊成我冇聽過喎。榴蓮湯咯。我冇聽過，我直接冇聽。我有冇話啊？Paul 會有300有19%人唔敢食榴蓮，還是驚榴蓮，了個81%人是敢食榴蓮。我特別咧，有人驚伊榴蓮誒，驚咩？伊榴蓮嘅味。OK， 我問下一句。我 office 有一個 colleague 哦，伊驚榴蓮咧是頭家無地嘅事，頭家有地咧就食榴蓮咧。係咪說咧？食榴蓮哦。係咪說咧？頭家。河南炮，講事我冇啲 office 就嚇丟啦，丟住講河南炮老細啊！話講你，老細講。你真係查某啊，特別只介，往榴蓮檔 start 嘅時候，了往嘛，咁了貴 office 人買榴蓮咯，了嘛放假貴 office 榴蓮食到榴蓮味嘛，了我伊度做介伊嘅款了咯 ，office 入邊內人無食榴蓮，特別另外一條咧是 OK 呢。伊是日頭放 Skype 放 Facebook 放甲 whatever 物件講啊，哇榴蓮 eater go away 啊，種安尼物件咯，真正 hypocrite 哦。啊。咁我在條 CEO 對內哦，規 family 個了對內了，尋阿毛狗個了，做對啲正啲 office 嘛了，個比賽阿毛狗開榴蓮都唔捌看過嘛。我聽講哦，呢個驚榴蓮風險哦，啲榴蓮堆內面筍來甲筍去哦。咁我奇怪，誒驚榴蓮咩？講冇啦，榴蓮 very nice，榴蓮 healthy 喎，小曉啊個咧。那邊抓？我車講，我話榴蓮好飲，伊榴蓮味冇去哦。誒，等陣，我講你榴蓮是看人。
我看人煲落去景啊，等于酸的，每可能一捌听过。怎么啊？曉落講嘅榴蓮嘅綠豆湯，一捌聽過。哇！嗰一人捌聽過，本 actually 較濟人冇捌聽過。兩人捌聽過，三人捌聽過。咁樣去選，看，就是較濟。我捌聽過，特別聽起來實好正嘅咯，曉落啊！你100咪是烏嘅咯？真係無聊誒，100咪是烏嘅。會變100會變烏，特別椰子咯。伊你只變哦，特別係只魚咧，伊只放假玩啊，放假有時我人家嘅字，伊係你只咪是只魚咧。伊裏面是糊糊生生咧啊！伊就是你看到伊煮伊滾咧哦，係咪？哦，我唔食過，我想食本啊，唔知啷仔叫咩名？誒，只兩貓嚇，對兩貓啊！布布。bubur ami kuih bubur durian lah langkong. Oh, bubur durian. Bubur durian. Ilang bo, siya nagtawan nga lo ilang sa kyo bubur durian. Oh, sige lah. Bubur durian. Bubur durian. I think JC 應該是泰國嘅食法了。特別講做好，印尼啊，應該是Malay。我可能是印尼啊。啊，奇怪嗬。那每來印尼嘅聽眾，有印尼聽眾嗎？每看印尼聽眾bubur durian，有到底 Indonesia？ Yang pernah makan bubur durian? Apa sih? Aku bisa buat durian, bubur durian. Aku pernah dengar bubur durian. Ya bubur tuh durian aja dia masuk tuh gula lagi masuk santan. Nanti lausai baru tahu. Nanti ciri-pirit baru tahu. Apa sih? Oke. Waka. Joy,都就係講 fry 會最出名為食雞。udah. Wah. Ami kìa, hiểu lo được có mẹ. Hiểu lo được có mẹ. Trang khuy, lại trang khuy. Wala, di Indonesia na ya. Cukup ano, udah. Cukup mẹ. Ya, udah, cukup. Oh, udah ya. Udah loh, melangkong sudah ano. Oh, udah. Oh, okay. Ya, tama ba yung kami為食雞？都就係 fry 會是一個為食雞啊。唔係奇怪。佢有落隻嘅咧。你坐起哦。我冇問題，你有面條嚟講坐嚟正食。好。last time 有一攤喎，一磅料啦 ，fried durian 咗 ，but because 一攤正垃圾，so far 冇人 try 過。我係老細哦。伊寫條 fried durian，but 伊攤真正垃圾，而家冇 customer 食，冇人敢我，睇你攤冇了。呢個冇 few years back 啦，人看了講講。伊是唔是成間人字咧真不蛋哼？哈，伊真不到有人買咯了，but 成時伊 fried durian 放了，成時幾年冇人動，本你看到就搞走咗了，了唔知看到伊人本垃圾乜呢？哦，伊人冇清氣聲啊，所以看了梗係你唔敢食。驚人แล้ว先榴蓮講ไปแล้วก็จะมีเกี่ยวกับแล้วก็榴蓮拜แล้วก็สนามแล้วก็หมู่成榴蓮嘛แล้ว當個榴蓮做มีเกี่ยวกับ多袋เหรอ多袋แต่不三九等我三九九講啊你布律ตัวAbu City Lane 有一間台嘅 restaurant 哦係咩伊有嚇係咩嚇แล้ว伊個 dessert 咯，特豆無相嘅啦。然後迄一道往去是拄好伊有哦，伊是啥準備飯嘅款去煮啊吼，แล้ว伊用榴蓮去過了，去啥直拉伊嘅款嘅。過伊嘅款嘅嚇，แล้ว你食以後你食，我แล้ว你袂使食先樣就來。特別真係拍，好食嘅。是啊，我真係講我食榴蓮嘅，你準備背啊，不是成個食你莫袋塌掉我卡住坑嘅啦。嚇，成個放西放未出。胃嘅消化無好嘅嗬，都着嘛，按這你調節真艱苦嘅。食淡薄啦，食幾喙指健就好啊啦。指健。
哇，真係好聊呢，可喏。啊，只胖嘅哦，未講嚟啊，你感覺臭臭嘅咯，應該。你講伊做必背嘛？伊做必背，你講要係山丹加榴蓮，還是干啊？榴蓮你都知啊？你真係出咯。寫是有淡薄山丹嘅款呢。上 QQ 講嘅是用呀 breeze 啊，夜店。是啦，伊是迄個FBZ 跟 Loki 個，迄個賣嘢你知哦？啊，不是啲人賣嘢呀。嚇，伊 just before 賣嘢誒前兩間呢，先嚇前兩間呢。我去，伊唔是特別有嘅啊，伊是榴蓮檔先有啦。嚇，那有榴蓮嘛？個有咯，無榴蓮嘛？呢有啊。我愛。安尼阿陣看你叻啊，無你去中路買一粒啊，對遐邊計做。喏，伊無得有誒，我去有點時無誒。哦，你啷個邊？我只個是你做邊朋友係你你芒果嘅嚇。芒果。我standard 咯。你是 standard 啦嚇。standard 你鹹誒甜品啊嘛。好啦。dessert 啊。啊對。嚇，嗰個另外一個是下你有ทับทิมคงกับร้อยในเช้านะคะจะกับเห็นกระคับถึงทงเขารอน้องหน่อนี่ค่ะ阿莊都係計俾知阿莊，阿莊都係計俾知阿莊講啊，呢個咧是椰漿咧，嗱點有 mango， 嗱點有下你馬蹄切細細地啊，學煎。伊也去煮為大煮粉啊，紅紅嘅，反一粒一粒嘅。哦，我捌食過。唔是我食過。唔是咩？卡。老細講ทับทิม，唔是叫ทับทิมคม。ทับทิมคม。我都是上人嚟，399。無，你去隔了嘅大 restaurant 啊，10間9間，每是有一個 dessert 咧，即是。伊馬太曉，伊是個卡伊換你倒住款咧，去滾咧是伊倒住伊個卡成隻透明嘅咧。係滾紅糖，滾一浸紅糖水嘅。แล้วทำ下熟嘢咯，แล้ว就แล้ว誒，伊唔是係啲能價咩？嚇，能價 sorry。你講咩嘛？能價แล้ว係去椰漿。但係你講咩啊 ？before 你講裏面係咩？我同我講mango。我聽。能價啦，我想你講榴蓮，但係冇榴蓮啦，這是。我是跟食，你我跟食，你我未調整。榴蓮呢我調整，嚇，煮一杯榴蓮我調整，特別係你卡咩ทับทิมคม。嚇。ทิมคม。ครับเช้าแล้วเข้าไปไหนในกระทับที่กินแล้วมากินทับถึงโคง บางทีก็มาทันจีคิดต่อเลยบางทีทันบางทีมั้งว่าปัจจัยหลักเป็นว่าทันจีว่าจริงว่าทันจีสิก็วางในโบนังกาว่านังกาซีมาเชื่อเลยมั้ย即係譬如我都看到都冇成馬根本ทันเบสเป็นแต่พี่โบ啦小你John小姐這邊啊你捌見過喺你supermarket 你嗰邊啊買榴蓮哦？白身，點解我到底 BJ 時，只佢樓頂炒㗎啦佢。我講你到底美國嘅去。唔係，特別有啦，你等人店咪有哦 ，frozen 嘅幾粒。我去 Wingo 啊，我去 Wingo 嗬。Wingo 是得咯。我攞面我去 Wingo 嘛。Wingo 是得咯。frozen 咪邊個 Wingo？伊唔是特別有 Wingo 嘅啦 ，Wingo 啥食物啊？你講你啦。到底美國是到底得咯？美國，哈。伊人經榴蓮你點知？你隻榴蓮啊，人家咪冚我一件，係你抓啊，你叫咩啊？透明嘅抓樣包起來佢哋水味出來嘛？你味咪出來咯，係你話看你阿毛膠啊，你阿毛膠幾勁啊，係你一時看你食看水無水嗬，咁俾你做嘅。你唔是個胖冇胖啊？咱買榴蓮只係看胖嘛，你包架水水啊，嗬。你真係大家係好聊無聊咧。特別按照那邊就是 California 係得咯。California 有？哦，美國。Photo 咪？美國嘅 California 嘅有咧，一邊嘅朋友是不過冇看，冇肯看啊根本。
哦是咩？想飛機，你到底 California 較濟 Asian 嘛，較濟亞洲人。哦，對本咯，對本咯。那到底這邊有隻少誒，這邊你要去燈籠店誒，燈籠店 frozen 誒。你伊個你白色包伊個無唔是伊個。你是講你一百夾出來啦，無殼誒啦呀？冇，有殼嘅，有殼嘅。你百 plastic 嘅未似咩？伊未似未咩？伊未一包嘅JN咯，一包我只JN咯。哦，伊無啥寫，頂到咪叫你些人搞到寫似嘅。正馬路嘅無咯，John。馬路人家咧半半咯，馬路你去叫落邊邊嘅咧嗬。你叫人個開便係便去路度你風位啊，包水去路咯，免個起開嘅半係事。好咯，我是講啦呢。哦，一佢哋嘅好女啊，免好女嘅，免嘅好女嘅。一踏落去水路咯。same service 冇人嘅嚟。哦 extra service 然後呢？แล้ว 哎呀น้องแล้วซีก็ไม่แล้วเราเป็นไปแล้วแล้ว哎呦ที่กองว่าแล้วท่านจะก็เสียว่าไม่มีเกี่ยวกับกองกับ榴蓮呢ต้องก็เสียเดียว榴蓮阿張我去到 restaurant 裏面咧是 supermarket 俾別別有攞等陣三叫講咩咩500哦500ว่าเขารู้ฮาเลลี好你都叫啊 Skypeโอเค500นั่นคือ500ทันเจาเลยทีมทับทีมครอมทักทีมครอม已經 spell เขารู้ล่ะ有幾款我呢度你 star 佢哋啊我去 Google 我 search รู้特別我是會變個錯去啦哦你是一包一口誒你好料哦一個位唔是免控，啊！即你搞隻什隻啊？你是什人嘅啊？我是福建人，特別我厝正屬個食什隻，我古早過節去嘅 yellow light 嗰邊食。個有啊，yellow light。伊搬去啊，三歲大光華紙包看到唔得搬去嗰一間。哦。是咩搬去啊？哦，我唔知。我走得路，經冚隻股啊。因為你即我本身是個去入邊，我是個隻伊咪叫伊嘅即個。belacan不是belacan pui ya belacan ke online pui ผ้าก็另外一隻好日本呢多謝那麼我個去呢 cherry sweet 是多謝㗎cherry sweet 好了哇係咧都在講free school 嘅嗰邊啊哈誒不知三叫你特別靚嘛我對起時你坐幾隻你請我知我坐到去會使哦好了會使我個生疏個我未我又咪搞我都疏坐咯都人疏人我成日看到我都冇物件嘢咯，我是疏咯嘢咯。免都請我食就得啦。เรามาข้องกับอังบ้า榴蓮咯。อังบ้า榴蓮吧，一百四啊，一百青四下一百青四下。อังบ้า榴蓮。Holy red，你隻 room 咪會一百嘅拎我兩份。就是拍字跳落呀。跳落kitty呀，跳落。哇，kitty。即係估呀，嘅估呢嘢你落。because it block 係數。到Malaysia block 係啊 ，block spot。都隻對計。哦 ，OK，我看下3QQ，誒，真冇看到咧，啊有哦。阿媽做嘢清點啊，佢只。มีเพลงกินนะว้าว我看到是你 The Star 嘅 link 啊我做 Skype 過我個 message 係你 link 過我個答住你伊個名 spelling 好咯哦嚇有ทับทิม crop jackfruit with coconut milk 對係你我冇食過我是要食榴蓮就必背呢食個未消化老細講鹹濕Lagi我是一個 opportunity 我數個人嘅。Yeah。Yeah。
別怪啦，我冇人拄我，定到對佢是邊個嘅事？咁人叫我走啦了，走你別使安尼死嘅，人就車驚。不要緊啊！咁人我係個淡薄嘛。咁咪當，哎呦，啱啱唔捌過過呢喎，喲，水哦水哦，吉利成個咪咕呢哦，啱女 color，樣這是黑色嘅嗬，佢嘅。冇人講是係咪啊 cross plan 啊 cross 咁咪阿莫丹啊，cross 咁阿莫丹。Dia Dragon Fruit kata mesti amatan. Lingko? Kalau kita Dragon Fruit biye. 住講結棍情講愛數喎，而家話愛數。安尼叫結棍情去 airport 面咯。結棍情叫花卡。Camera 冇 memory card 要緊。什麼榴蓮人古鬼講？佢，但是講到 cross 阿莫丹。嘿，打乜阿莫丹 cross 㗎即係榴蓮咪變阿莫榴蓮咯。懂嗎？那個阿莫榴蓮就係阿莫榴蓮是安怎樣的咧？阿莫榴蓮水啲。白白。咱個到底嚟講阿莫榴蓮，點乜曉落啊？曉落。啊？點乜都講咩啊？講一半我吉到去點啊？哦，冇，我是講有個這種榴蓮做嘅 product 是 supermarket baby 掉嘅。咩啊？榴蓮 jam。榴蓮啊咩？榴蓮嘅 jam。榴蓮嘅 jam。哦，我咪食過，一隻假嘢呢？係咪？Makan榴蓮龜做兩個。一食下假嘢哈，馬路嘅北京喎。哦，你馬路北京喎，你幾多買呢？榴蓮龜個定，一隻成個，都是去阿你 vacation 你阿你多嘅哦，就阿你多嘅哦。哦，啊，啲我懷疑是印度尼西亞雲吞就是齋啦，雲吞。樣下邊嗰啲是，應該是齋一大隻好嘛嗬。兩嗰啲是阿摩，唔，嗰啲是榴蓮物件啦呀，到底我哋你去食物件啦，一隻隻榴蓮，又俾榴蓮酸住啊。我 because 要尾是榴蓮灰嘅，要尾是榴蓮酸嚟。哦。你我諗特特嚟 Apple 去酸去橋咯。橋榴蓮部機落嚟你睇啊？就淨 helmet 咯。禮拜。就淨 helmet 咯。冇清啊！我頂多就驚我去橋榴蓮時，我梗驚我咁嘛，講安怎夾落嚟？哦，你呢度報告呢就砰就咧夾落嚟喎。你部清即係 helmet 都冇驚割住啲頭啊！清之噃，哎呀，你看結棍清，講無人咩？無人載我去 airport， 無人載我去 airport， 會數啊 John。你看伊唔知係嘛？伊唔知係嘛數，伊唔知係嘛？啊你死咯！結棍清唔是細漢呀，結棍清。我結棍清都真係咩都結棍清我，人哋一笑先，然後你馬笑先結棍清。我把聽未到。一笑味先。你結棍清嚟，都俾坐呢巴嚟啊！係啦，冇比賽數都想細漢。我比賽數luôn啊，你數啊！斯文講掉啲啊你。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ราไปสิวส่วนแล้ว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จิตเอา before เรา wrap up ไปสิแล้วก็ไปก้องไม่มี榴蓮ไม่驚有隻榴蓮超啊！你自己食幾粒榴蓮？我唔知我水活水粒誒即係對你就這粒水活我是水粒喎粒味啊粒味道10幾粒喎10幾粒這粒裡面幾好因為我是大粒，我是細粒咯，因為我是 after lunch 食咧 after dinner 食10個食嘛。我啲白刀就是鐵做嘅，你俾條隻啊？未啊？入邊隻榴蓮好放曬，我講。
是咩？我想食榴蓮咧，條直未棒。誒，香落你是唔是生啾啾嘅？如果榴蓮 fiber 啫嘛。你是唔是生？你話你生你就夠食，你可能只物件生啾啾啦。啊，對我食未肥。你食未肥，你唔會肥咩？食未肥。我避掉榴蓮唔肥。夠有80波啦，唔係講肥啦夠。唔夠白啦，咪去 gym 咯。你背嘅，安裝只看靠背嘅，酸嘅人。係啦，我嘅極閃嘅我是背人先直接看高山。生叫叫唔掉哦，我是只生嘅啦，黃金啊，是我嘅沙嚟啊。我頂後邊佢叫乜嘢？我係厝嘅人食，甲了滿山嘅，了食狗食了看靠背嘅。你不到雜錢哦，不到雜錢。得啦，我講不到雜錢嘅，我雜錢死咯。我你要谷嘅。係咪嚟？一似雜錢呢，一谷似雜錢呢。一谷是叫係雜錢呢。係咪嚟？我唔知講講咩。喲，維他真啊！我唔知維他真係呢個拍廣告啊！阿 John 啦。哦，維他精，維他精，我聽你講明維他精。哦，維他精係係你 yogurt and drink 啊。心縮嚟啊！你食 yogurt drink 我第時解釋 orange。係好嘅bacteria 嘛，แล้วก็ลิมแล้วก็อีกเคี้ยวเลยแบกอีก雜錢嘅咯。哦，我就是個裡面咯。你冇看第次拍廣告嘅咩？雅菇。我咪做雅菇啦。花糕嘅。哦，我唔知講咩做雅菇，我係聽到係叫做 Vitagen 嘅。不，Vitagen still 有，雅菇是新嘅 brand 嚟。我冇啥百里飄呀。百里飄。哦，剛講高質沒有？哎呦，我唔見食，不過我對其時啊，咱去食上隻咧是貴嘅，是咱去食雅菇。No problem 啊，去食 sushi king 度有咧，你食食單上路嘅。菜隻媽睇未啊？啊，有本，冇㗎啦，睇未。這是有咩？有啊 ，Cold Storage 嚟 area 啊 ，Primo 啊，種嗰啲會喎，雅菇。好了。係有 frozen 嘅會，應該是有啦嗬。Sushi King， frozen 嘅。或者咱使去 Sushi King 冇咯，咱一定。冇問題。哦，咱already去啊啦。我哋去啊。對。誒，這個斷橋啊，這小件。啊，老細，小件斷啊。嗯。老細這邊直對。OK，咱要刷，咱要收單，咱另外一個話題要來啊！唔知係咪個啦嚇，咱把這個來講佢。咱感謝咱嘅特別嘉賓，咁啊來個對嘅。我有一個朋友啊，伊食榴蓮嚇咩？朋友咩？我人是食榴蓮是用手食嘛。嚇。你食榴蓮是用嘴，你食榴蓮是用嘴食咩？冇用手伊講。用手啊，用手夾咧。我想你講用，因為你朋友用頭薑汁嘛。頭薑千萬得食喎榴蓮。頭薑千萬得食，你未食對南面配。照你按嘟。做咩事呢？是驚講掉伊嘅手臭味啊！食啦嗬，即係驚講掉伊手臭味。你使嘅殼嚟播嗎？即係播下鬼手會㗎啦。係啦。好啦，誒開心，咁樣是講咩做？紅白嘅榴蓮，係咩做？有啦。咁你紅色榴蓮啊，這邊只能只有330瓦啫。哦。因為你在 Cross kami 哦，Bunga Raya。40塊啊。哇！有人講普通嘅喎，伊講係比普通嘅喎。哦，要我買啦。呢個普通嘅榴蓮香嘅。伊講特別一粒30-40塊，伊講啊你 species 了類。OK 啦，搞小打，咱感謝咱大媽各位嘅嘉賓嘅了，曉樂啦，大媽山叫啦，白油啦，小件糯米。
老西，嗰就正，袂記啊。個就乜一段就乜人較早聽到啦，好，OK，感謝，咱下個禮拜過來再見，各位感謝，拜拜，講拜拜，拜拜，拜拜拜。